媒体早安，谢谢。今天的联访，请开始。美人姐，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今天的平面媒体关于说那个最新的那个总统大选的民调，那之前韩国瑜提出说那个喊出唯一支持蔡英文的口号，好像似乎没有奏效，只有1%多的民众是这样回答，不知道请问您的看法如何？OK，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这种所谓的盖民调的一个选举，所以它会反映出怎么样真实的民意。我觉得各方面都还在观察，但是呢，站在亲民党的立场呢，我们这个要提出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抗议，也就是我们已经拟好一份这个抗议信，我们要递交 NCC， 因为在这次大选里面呢，民进党的媒体垄断太严重了，几乎不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在电视上的报道，尤其是网络上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杨惠如的这个网军事件引起很多的一个讨论。那么在网军部分呢，在野党相对的是弱势。那么另外在电视媒体、电视新闻频道上面来讲呢，亲民党也被打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完全不成比例。这次大选有3组候选人，可是呢，这个执政党在这个媒体垄断上面呢，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们要提出严正的抗议。我们已经在拟信函了，我们这2天就会递交 NCC。那美人姐再问一下，就是说今天早上那个台湾维新发了一个给宋楚瑜主席的信，然后他是说希望宋主席在对反送中的议题上能有更明确的表态。是的，针对这个事情呢，宋主席呢交代我要这样子的跟这个执政党来做一个呼吁，也就是作为一个执政党，你本来就应该接受在野党的一个监督，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电视台来跟我们要求做辩论，亲民党通通签字了。而现在呢，我们知道的是在野党呢在用各种技术性或者是意气用事的方式在拖延这个事情，感觉今年他们不会参加任何的电视辩论。我们在这边要提出非常严正的一个声明，也就是说呢，身为执政党，你必须接受在野党的监督。宋主席呢非常愿意跟蔡英文小姐呢做一场辩论，尤其针对两岸的问题，你一定要出来跟人民说清楚。所以只要辩论的地点在地球，宋楚瑜先生奉陪到底。尤其是在执政党的副总统自称所谓的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将来他又有可能接任这个民进党2024之后的一个选举，民进党必须告诉我们你要把台湾带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你要交代清楚的。我们在两岸政策上面，我们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讲，我们直接进辩论会，好好的跟蔡英文执政党、民进党进行一个两岸未来我们的一个看法跟做法的一个辩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我再讲一次，宋主席说，电视辩论不可避免，不可以用任何技术意气用事的拖延，只要辩论的地点在地球，宋楚瑜先生奉陪到底，而且一定要有一个电视辩论，对选民才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